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8月5號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前不久中指研究院公布了全國百城樓市的一個情況。我們以前也介紹過7月重點10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，說的是面積，環比下降17%，那就賣不動了唄。7月份比6月份面積下降17%。同比呢，比去年7月份呢，漲了4%，這還算可以是吧？但是環比是暴跌其中一線城市增長14%，7月20城，剛才是百城它是20城二手住宅成交12.5萬套，環比下降6%，同比增長9%。價格方面呢，7月百城二手住宅均價環比下跌0.44%，同比下跌7.4%。100個城市二手房，無論是環比還是同比都在下降，就大家知道什麼趨勢百城新建住宅均價環比上漲0.26%，同比上漲2.09%。這個土地市場方面呢，7月300個城市住宅用地成交2498萬平方米，同比下降25%。這數字就說明這個樓市一個什麼情況？全國1到7月百強房企拿地總額4189億元，這整個的前7個月同比下降28%。春江水暖鴨先知這個排前100位的房企他都不拿地，那你能說房地產好了嗎？如果房地產好了，他們第一時間要拿地，对不对？不拿地他拿什麼開發呢？他怎麼吃飯呢？房地產好了他還不開發所以这些數字都說明問題。所以大家如果打開媒體你看到關於樓市的一些說法，那一般的媒體那都是以同比增長為主題，就是那意思就是還是不錯的跟去年比漲了，強調市場好轉。但是很多專業機構他們更加謹慎，他們更多的是要看環比，看環比呢就是在降溫，也就是前面那個高點大家越來越緊張了，越謹慎的吧。後乏力後續購買力接不上。以廣州為例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發布2026年7月，這不是中指的了這是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發布的。那麼7月份二手住宅網簽數據是8658套，環比是下跌了不到1%呢，面積是環比下降3.4%，那就越賣越小，對不對？套數下降了1%嘛，面積下降3.4%，不是越賣越小嗎？同比呢，分別下降7.1%和7.2%，這是廣州所以我們再看媒體每日經濟新聞它就報道了，8月5號每日經濟新聞他說上海樓市淡季不淡，7月新房成交前4樓盤全是10萬家，就是10萬每平米也不知道誰買了10萬家。有豪宅項目1分鐘銷售1個億，二手房成交套數同比上漲18%。你看這個每日經濟新聞一報道，那簡直上海就是牛市這樓市对吧？火熱實際上根本就不是7月底，上海的趙姨夫妻開啟了看房計劃，第一站就是均價10萬家的樓盤，初步看中2套，1樓帶院子的邊套或者是3樓邊套，總價1100萬元左右。趙姨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，他說其實我們一直有買房計劃，主要為了改善居住環境和居住條件，但這幾年市場在波動，我們也在觀望，現在感覺價格趨勢比較穩定，我們也就更積極了一些。7月上海一二手房確實出現環比數據下降的淡季表現，但同比仍大幅增長。據上海中原地產數據，7月份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是41萬平方米，環比減少23%，同比增長20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7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積前10的樓盤中，前4位全是10萬家。二手房方面，上海鏈家研究院數據顯示7月全市二手房成交2.2萬套，環比有所回落，同比上漲18%。豪宅硬生生把上海淡季的新房均價推上年內新高。7月11號，上海2大頂豪項目
中海雲景華庭啊，嘉百道徐匯同日在徐匯西岸的美高梅酒店開盤，兩大項目均有部分房源單價突破30萬元每平米。這些人恐怕都是在紅綠市場割出來的啊，含淚啊來買這30萬一平的房子，那都是金融消費者献愛心獻的。那不買房子幹什麼呢？換綠票子也换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这有額度的，你全走地下錢莊那也危險了。所以他第一反應啊，你肯定只能買房，豪宅越貴越好。其中嘉百道徐匯總價過億元別墅單日成交2套。7月最後一天，安瀾上海東區開盤，100套房源30分鐘售罄，平均每分鐘銷售1億元。這些熱盤證明了當下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。可以看到這些項目周邊配套是現實的、既定的，後續的規劃預期都作為加分項。從買房人角度來看，這些預期能兌現最好，兌現不了也不影響目前即所見即所得。而這些樓盤選擇在7月、8月全銷售淡季開盤銷售，恰恰說明項目有底氣。那當然了，你傳統的淡季指的是工薪階層、牛馬，對吧？底層人那有個什麼淡旺季？有錢人哪有什麼淡旺季啊？有錢人跟着他在紅綠市場什麼時候兌現，什麼時候，對吧？減持有關係，前腳減持，後腳就去買房。7月份上海10萬家項目佔成交面積前10榜單的1半席位。至於買房人的心態，趙怡坦言，現在看房買房不像以前只聽中介介紹，我們會在網上看看別人的討論和反饋，實際上綜合預算考慮。現在樓盤選擇性並不多，我們首要考慮還是地段，在自己工作生活的範圍內，其次看開發商口碑，主要也是為了樓盤品質和物業管理有保障。二手房成交量創4年同期新高，淡季一樣有人看房。7月份我成交了2套二手房。上海東外灘板塊链家門店的張笑告訴記者，現在市場已經悄悄改變了。张笑說啊，這半年來不僅僅是穩住了，還微漲一點。對面這個小區最近單套成交價比年前漲了10萬元、20萬元不等。他介紹說啊，年前一位客戶預算是280萬元，有一套中意的房源，最後談到283萬元，當時沒有成交。年後到現在，該小區內同戶型、同樓層的房源普遍成交價在300萬元以上，最高的一套320萬成交。半年前的掛牌量大約是14萬套，如果這個數字再向10萬套逼近，供需還會發生更大的變化。需求大如新增供應的話，價格勢必有波動。說如果要問呢，一定會漲多少，這沒人能說得準。但房價已經跌到位了，再等就是反彈。這是每日經濟新聞報道上海的樓市啊，全國啊除了上海楼市，其他地方都已經回到了榮枯線之下，只有上海啊現在還在榮枯線之上，所以上海是獨樹一幟啊，比較邪性啊。越是這個時候啊，越不要去接，因為它泡沫大呀，你接了你跌得更慘了。專家說了啊，說建議啊投資股票而非房地產，這是搜狐財經啊轉發的金融界的啊。專家是誰呢？專家是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、耶魯大学國際金融中心研究員您。他說啊，買房子不如買股票啊。為什麼呢？他說賣不出去是一個資產最可怕的地方。這個朱寧啊再度嘗試自己的資產配置觀點，他表示啊，自己仍然鼓勵大家更多考慮股票等金融資產而非房地產。朱寧指出啊，他說房地產是一個流动性很差的資產，最近特別是在第一線级城市，房地產面臨的最大問題並非價格下跌，而是有價無市，賣不出去，沒人來買，這是一個資產最可怕的地方。在他看來，股市雖有漲跌停板制度，但你幾乎可以想賣的時候把它賣出去，只是折價多少的問题。他強調，沒有流動性的資產是不配談價值的。他這個說法是對的啊，就是說房子資產一旦失去流動性，那很可怕。明明你有套房，
但是你這邊缺錢，醫院裡需要錢，對吧？孩子上學需要錢，但這房子就賣不掉，就沒辦法變現。但是是不是該去買股票，這是另外一回事。這個專家說的不全對啊。朱寧進一步指出啊，他說房子一買就是上百萬，是高度集中的資產，而股市則可以實現多元分散靈活投資，投多少投什麼都可以動態調整。他列舉了一組關鍵数据，在樓市高峰期，房地產占中國居民家庭資產的比例70%，而國際平均水平僅為30%到40%。中國家庭房產占比是國際平均水平的2倍。比如股市，朱寧承認，經歷了這一輪上漲之後啊，股市的風險是在加大，這個毫無疑問。但他同時表示啊，即使在房價調整之後，很多城市的房價仍然沒有那麼有吸引力，房租也在下降。而對於增長型的企業而言，股市仍有吸引力。說面對房子，我知道擺在那兒我會買，但股市我不會買的普遍困惑。朱寧給出了具體建議，他指出啊，過去15、20年來，寬基指數 ETF 的推動，為那些即使不了解宏觀經濟、科技進步和金融知識的人提供了一個便捷、便宜的介入股市的工具。因此，他仍然非常積極地推動大家通過定投的方式去介入寬 ETF 和指數型基金。專家關於房地產的說法我是認可的啊，但是他關於股市的說法我是不認可的啊。關於房地產說法沒毛病啊，你房子到時候你賣不出去很麻煩，沒有流動性，關鍵到时候租也租不出去，那就更麻煩了啊。然後呢，你說這個房地產稅到底會不會出呢？它是個達摩克里斯之劍懸在頭上啊，保不齊什麼時候就下來了。你敢說它不會下嗎？你敢說它不會收是嗎？不一定啊。一旦要收稅，那你手上的房子成了個累赘、負資產，你每年還得交錢，那非常可怕。所以這第一個啊。第二個，那有人就說了，那我手上就有錢怎麼辦呢？對吧？好幾千萬擱在手上，我那不能每個銀行存50萬，那得存多少個银行？混綠票子混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然後又出不去，是不是？沒辦法提桶跑路。像這種人啊，我還是建議買一線城市的房子，核心地段的。為什麼呢？但是它不一定漲，它也可能会跌，這都是很正常。但是啊，核心地段，第一個能租出去。如果你不想賣，你可以租啊，一直租着，对吧？它有現金流。核心地段是不愁租的啊，你不行便宜點的吧，肯定能租出去啊。第二個，如果真要缺錢要賣，你降價肯定能賣得掉啊。我說这北京、上海这種一線城市啊，核心地段它是有流动性的，但是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。算了，那人家說，那你為什麼不買滬市呢？滬市我跟你說啊，那你是買房子比買股票簡單，房子它坑不了你，無非就是便宜了。他怎麼騙你呢？房產證在你手上，他怎麼騙你？對吧？那地段你能看得見，周邊的客流你也能看得見，他也做不了假。周邊的配套設施你都能看見，做不了假。房子对吧？是實物，公司是個虛擬的東西，報表你也看不懂，就是看得懂它也可以造假，是吧？你就是去公司看了，你也看不出個所以然。那東西看不見摸不着，你一買表面上挺好，過3年它退市了，你找誰說理去啊？房子总不能說退市了吧，就沒了吧。所以說啊，滬市的風險是非常非常大的。當然了，你說我就買工行股票，那也行，对吧？你就賭那工行是不會退市的，你就買它股票也行。但是對吧？不定它也會縮水呀，到時候腰斬那是很正常啊。腰斬再腰斬，現在它分紅，因為是響應號召啊，高分紅。但過2年它現金流困難，它不分紅了，你怎麼着？你打它是嗎？你去告它是嗎？所以說啊，股票這東西相對房子它更不可控，對吧？你還不如去買那個流動性好的地段的房子啊。这我說的這是對那些現金比較多的是吧？你也不願意全存銀行，那樣對吧？這叫配置嘛。朱寧講的也是配置啊，我講的也是配置。有錢人的對吧？你錢不多，就幾十萬、100萬那就算了唄。是吧？那存銀行老老實實吃利息。就是他說買那個寬基 ETF，還有指數型基金，我也建議不要買。
因为你惹不起他们，对吧？你把你的钱交给他们管理，他们到时候賺錢的本事沒有，賠錢的本事呢倒挺厲害。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啊，說的是一線城市廣州啊，40歲的總監月薪4.5萬，到廣州工地做鋼筋工，日薪300，日薪300還可以啊。他的長衫不是脫的，是被撕的。他說廣州啊，工地的板房，40歲的男人第一天學綁鋼筋，就是扎鋼筋啊，那玩意兒是個技術活啊，不要以為那個是個體力活，體力加技術。如果你不熟練的話，人家一天綁多少，你是人家的1/3。我知道啊，因為我身邊很多親戚朋友，老家的親戚很多就是幹這活的，鋼筋工啊，那活也挺累的，風吹日曬的，鐵皮牆，夏天像蒸籠。他是做 IT 的，服務器有運維方向，做到運維總監，月薪4.5萬，服務器出了故障，他帶團隊排查，管機房，管安全，管所有線上業務不出事。現在和村裡一個弟弟擠在這種板房裡做鋼筋工，每天300多。以前對着屏幕找 bug， 現在對着鋼筋找位置。以前月薪4.5萬，現在日薪300多。他說了一句話，從白領降到黑領，心裡這關剛開始過不去，慢慢的就過去了，學會了抽煙，學會了喝酒，這人就是成長了啊。什麼活都幹一幹，其實有利於自己的這個叫心路歷程啊，也豐富自己啊，不見得都是壞事啊。不惑之年失業，投簡歷幾乎沒有回復，有回復的也是聊幾句，人家就不繼續了。就算有面試，感覺聊得挺好，結果就沒有消息了。40歲簡歷投出去，像是扔進了黑洞。40歲出去找工作，真的有點自取其辱啊！尤其是碼農，銷售可能還好一點。碼農真的過了35、40歲出去找工作，那就是在找虐啊，一點都不過分啊，就是自取其辱。把要求一降再降，一個月2萬啊，12000一個月，15000一個月，網管都願意幹。從運維總監到網管，薪資砍掉3%，還是沒人要。不是能力不行，是年齡不行。40歲，在 HR 的篩選系統裡已經過了保質期，做過自媒體，賺過幾萬塊錢，平台一改規則，賬號就廢了，幾萬塊的收入也頂不了幾個月的房貸，但至少說明他在試，他在找路。自媒體也很難幹啊，自媒體其實挺難的，大部分人做自媒體的啊，那都是在拿身體換錢。為什麼呢？我在以前一直講，做自媒體的時間長了，肯定會得抑鬱症、精神分裂啊，各種其他的病。放心吧，做自媒體你可以觀察，大部分人，因為自媒體跟那個表演是一樣，它是高強度輸出啊，它需要這種，實際上它是高能耗，你知道吧？是在榨乾自己啊，高強度的輸出。如果你沒有這個精力，對吧？你只是你照着啊自己在那硬擠啊，那最終是會出問題的。如果像我這樣的啊，精力多一點的，對吧？你反正我進得多，那可能還稍微好點。所以自媒體這個其實不好做，你不管哪個賽道的自媒體啊，最終都是幹個2-3年就幹不下去了，因為叫枯竭了，再幹就出問題。所以自媒體這行飯其實也挺難吃的啊。好多人總覺得做自媒體是不是挺賺錢呢？實際上賺錢的是少數人，大部分人賺不到錢，而且把自己也給幹殘了。冬天的時候啊，和村裡的大嬸去沙灘局，一天100塊、200塊也幹。跟村裡的叔伯去工地幹水泥工，打水泥地，給貼瓷磚師傅打下手，一天200多，忍着也得幹，要養家糊口。最後和村裡一個弟弟到廣州做鋼筋工，住工地板房，每天300多，咬着牙幹5年，從45000到300多，每一步都不是想通了，是沒辦法了。40歲的運維總監投了5年簡歷，幾乎沒有回復，把要求從4.5萬降到1.2萬，還是沒人要。去摘沙灘菊，去打水泥，最後去綁鋼筋，他再也穿不回他那長衫啦。那些說脫下長衫很爽的人，爽的前提是有的選。這個40歲的 IT 總監沒得選，因為後者啊沒那個時間，也沒那個心情去寫什麼打工有多爽，他們在忍着。所以說寫啊打工有多爽的，
那都是做自媒體啊，对吧？那他打工变成一個素材，這當然不一樣了。就像很多這個做自媒體的去送外賣一樣，他也不是從送外賣上賺錢，送外賣是他的副業啊，是他通過這送外賣這個搞題材是吧？題材枯竭了嘛，他搞送外賣，是一天就送3單5單的，然後主要是拍視頻，那個能跟送外賣相提並論嗎？不是一碼事，对不對？還有很多啊，買房子租房的，買5套房出租的，我懷疑都是做自媒體的啊。這樣他就有題材了，每天對吧，東跑跑西跑跑，拍他的這個包租婆的生活，他們在忍着，在想明天怎麼過。說知乎上有個帖子，420萬的熱度，叫等退休是場巨大的騙局。裡面說了一件事：35歲被優化，65歲退休，中間有30年的空窗期。35歲職場的門開始關，沒毛病啊，35歲就是這樣的，已經進入了這個逆淘汰，就是進入這個叫被篩選了啊。45歲、65歲退休的門才打開，這中間30年你得自己想辦法活着。這個40歲的運維總監已經在這個空窗裡站了5年。40歲中年人失業後靠什麼活下去？4000萬的瀏覽，這不是少數人的事，一定是引起了共鳴，對不對？4000萬的瀏覽。他說學會了抽煙，學會了喝酒，有人管這個叫墮落，有人管這個叫融入新生活，我覺得都不對。這就是一個人扛不住的時候，給自己找到拐杖。他不是在體驗生活，他在養家糊口。那些說脫下長衫很爽的人，很多是單身、年輕、沒孩子，他們下班就能失聯，因為失聯了也沒人等他回家。這個40歲的男人做不到，他要養家，上有老下有小啊。他沒有時間發微博說脫下長衫很爽，有一點空閒的時候他在抽煙，他在喝酒，好讓自己啊明天還能站起來去綁鋼筋。也就是說，這個人的長衫啊是被撕掉的，不是他自己脫的，萬般無奈撕掉了長衫。現在還什麼長衫不長衫呢，對吧？能賺錢養活自己，對吧就行，不寒碜。如果你有按揭貸款，对吧？那你不去上班，不去拼搏怎麼辦呢？這就是我們一直要考慮的啊，就是說買房貸款買房，有很多人也是我們一直停留在那种過去啊房地產烈火噴油的年代，那種慣性思維。那個時候因為房價一直漲嘛，總體上還是在漲的趨勢，對不對？漲得快漲得慢，所以我們被動的加槓桿，然後不怕什麼工作明天沒了後天沒了，不在乎，因為房價在漲。到時實在不行把房子一賣，是吧？你混你也扛着，你今天失業了你扛2年，对吧？找工作邊混了3年，那時候房子不是限售嘛，一般要滿了3年才能卖，对不对？或者滿2年，你滿了3年到时候一賣，你首付不僅回来了，你那個你還賺了錢，對不對？你雖然付了利息，但是你把這去掉之後，你發現我還賺了好幾十萬，比我上班還賺得多，所以你不怕呀，所以大家都願意買，對不對？這種慣性思維，大家都生怕買不上，趕緊去買。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啊，我們在那個時候都不害怕，不怕失業，對吧？即便失業也願意買房。我一個同學啊，他買第一套房，他沒工作，沒有工作啊，他就是因為他就是覺得自己該買套房了。那是2002年，他還跟他爸借錢買房，但是因為他爸那個時候不像現在啊，打個電話，微信一轉，說怎麼着錢就來了。那時候還靠電匯啊，所以很麻煩。麻煩呢，他就讓我給他墊，我記得我幫他出了多少，我那时候很牛逼啊。带着支票，现场就開個支票給他售樓處啊，幫他付的首付，然後他第2年就回家過完年回來之後把錢還我。他沒有工作啊，買的房，因為那個時候恐怕不擔心這房價暴跌啊，那房價也不貴，對不對？就是但是現在看不貴，那時候看也挺貴的啊，3、4千1平米嘛，在北京啊。那現在你沒有工作，你肯定不敢買啊。他就是按揭的啊，他都沒工作，他下個月這個那房貸從哪兒來他不知道啊，但是現在就不行了，為什麼呢？你房價還有下跌的空間，對吧？你再背上一個30年的貸款，你的工作不穩定，隨時有可能把你，對吧？給優化掉，你還敢買房嗎？你一旦買房，對吧？
沒了工作，沒了收入，要斷供，斷供你把房子一賣，結果發現首付沒了，幾年的貸款白還了，完了你還欠銀行錢，這誰受得了啊？所以當大家都這麼想問題的時候，大家都不會買的，因為大家都要求穩妥，是吧？你想一想，你想到這個問題，你還會買？不買了，不買什麼？不買我沒損失，我頂多就是沒占便宜，是不是？我也沒損失，那我租房住沒損失啊。好，明年房價漲了，頂多我沒占便宜而已，是吧？這就是大家叫越來越謹慎，我只是沒賺錢而已。如果我現在買了，我也可能要賠錢，當然也有可能賺啊。也可能賠，那一旦賠了我就沒了，对不对？這不就是賭了嗎？所以說現在人越來越謹慎，越謹慎越不买，越不買它楼市它越不穩啊。所以我們說的这個根本原因還是就業，對吧？你的工資沒有保障，你的崗位沒有保障，你過了35歲，人嫌狗不愛了的，找工作的費勁了。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組數據啊，說全國28城平均空置率12%，三線城市是16.7%，二線租金同比跌3.1%，就是房租還在降，所以租房合適啊。租金還在降啊，誰要給你漲租金，你立馬換地方，不要担心租不到房。現在越来越多的房東在抱怨啊，說他的電梯公寓之前1300塊，很多人搶着租，現在降到1100都租不出去，裝修齊全，拎包入住，從前從來不愁租。這幾年行情越來越差，本來以為降200就能租出去，結果掛了3個月，連來看房的都沒有。這並不是個例，現在上街轉一圈，發現到處都是租房廣告，不少房子在中介掛了好多年都租不出去。晚上去小區看，一到晚上一大半房間是黑着的。哎，我這邊就是啊，我這附近的很多小區啊，你要晚上出去看，黑咕隆咚的啊。房子蓋的都挺漂亮，但是沒人，也不知道賣給誰啊。很多房子一空就是半年，甚至好幾年，還有10幾年的啊。很多房子一直空着的。剛開始房東肯定焦慮，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。中介呢，看這套房一直租不出去，慢慢的也不願意主推。數據顯示啊，剛需小戶型空置率只有3.2%，遠郊大戶型空置率直接到了18.7%。對租房群體來說啊，他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，通勤遠，周邊沒工作才是硬傷。這是3線啊，那空置率達到20%，你想想吧，你房子就空着，永遠租不出去。西安大潭不夜城已經夠繁華，有個小區離大潭不夜城就2個紅綠燈，到地鐵1個紅綠燈，旁邊還有2個大型商場，這個是妥妥的啊，叫核心地段。但實際上這個地段的房子2年前就已經租不動了。全國28個大中城市平均住房空置率已經到了12%，二線城市12%，三線城市直接到了16.7%，超過8成的城市個人租房掛牌價同比下滑。2024年第2季度，二線城市租金又跌了3.1%。不要小看這3.1%，這是個平均數，具體落到房東頭上，可能就是房子空好幾個月，算下來租金少了4-5個月的收入。也就是無論你是2線、3線還是1線城市啊，越來越多的房子租不掉，你只能降價，有的地方降價的租不掉，太遠了，房子过剩啊，房子太多，城裡面的人越來越少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回老家了，搬走了，写字楼也空了，所以你看很多城市啊，人少了，不知道为啥。1線城市啊，牛馬紛紛離開了啊，飄不動了，北漂、滬漂、深漂，飄不動了，那他只能往別的地方跑，哪兒房價便宜去哪兒待着，最後就回老家，對吧？所以說咱們說的歸根結底就是就業，沒有就業，最終人們都會回到原點，就沒有就業啊，就業越來越不行，大家只能回到自己那個老家，回到老家越不出來，那房子越過剩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啊，房子越過剩，對吧？經濟越不好，你越找不到工作，那越要回老家。這個惡性循環一旦形成啊，這不是以誰的意志為轉移就能改變，所以大家要適應，要習慣。負循環已經啟動了，所以那它一定會搞出動靜出來，它才能最終啊，才能停住啊。那什麼時候停誰也不知道，那得看。現在就是在負循環之中啊，
所以我看老有人啊着急問这个情況什麼時候結束？什麼時候結束啊？你都還沒破產，對不對？你還有饅頭加榨菜吃，你老惦記着什麼時候結束？等到你榨菜都沒得吃了啊，對吧？再說什麼時候結束？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